讲到剪纸，我哋顶上会想到嘅系传统用缝之间嘅春花一道。今日我为大家介绍一位32岁嘅后生艺术家顾国贤，伊系梅样行第三代，无人教伊自家名喎剪纸剪出的一条路。顾国贤含吞自家体内2个原则，常用剪刀来剪，还唔打过嘅。安尼剪出来嘅团面呢，下巴会有细胞膜强样，但都会有贴片的效果。伊嘅剪纸顶上用太子岩含个动物来做主角，作品具有空间想象同诗意。共下来认识一个剪纸艺术家。因为我很喜欢爬山，然后我喜欢爬山的过程，而不只是走到山顶、登顶的时候，哦，我到了这样，而是整个过程。所以我想要做出一个像是真的一个山脉，像这个的海拔高。喺展览室地动嘅大型雪山剪纸，係剪纸艺术家顾国贤嘅大型作品。伊向看展嘅观众，會用嘅用立體剪紙呈現出雪山山脈行嘅路，和滋潤嘅表現白山高長嘅心情同感受。一路上，这个弯弯曲曲，也就是真正在走的那个路径，然后会碰到，比如说碰到七卡山庄、369山庄、黑森林，然后我又把一些景色也剪在这边，比如说会看到一些白木林在上面，然后黑森林的很多很高的树，然后也有把一些我觉得在山里碰到有趣的东西或一些感觉写下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走在这作品的旁边，好像就是也去感受整个山的感觉。谈等雪山剪纸构图的变化，顺后尾表嘅无同样绘拍为出现的生活。这只天上的是大冠鸠，它其实不用到海拔很高也可以看到，就是老鹰的一种。青考白山的顾国贤，每屯喺山下看到嘅各种生物、生命嘅消失出现，都剪喺作品底背，温泡泡嘅一种纸，每柔软生命嘅质地。这只是一只山羌，然后这是它的头，然后脚。它的脚，然后这边是前脚的部分。那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除了你现在看到这只山羌，其实我在这边藏了一个山羌的头骨。我觉得其实，在山上你除了你去面对那些自然环境变化以外，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生命在那边，同时看到生，同时看到死亡。对，那而且我在这边做了一只蝴蝶停在头上，好像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死亡并不是你就是避掉就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它会在那边。5年前，喺连锁大型书店做事顾国贤，因为收到朋友的一张剪纸，就有为剪纸的想法，就按你无心上交，自家剪名，剪出来一张归纳的作品。那一天开始，我就规定自己，就是每天就要剪一张纸，这样每天剪，然后因为我完全没有跟任何人学或者看书，反正就是从最简单折一折，然后剪洞，然后就这样子开始。对，那因为我也喜欢动物或者是一些东西，所以陆续开始会剪出一些动物啊，或者是我喜欢的，就不再只是可能只是像对称的窗花而已。囤设置10座4等份，按用嚟剪，顾国贤已经有想法嘅，一刀剪一下，每下尾就剪出30度归生发的条尾。顾国贤剪纸唔打高尾，唔用刀尾，剪一下就改唔得咧。我自己剪纸是都只用剪刀，跟我不打草稿。所以我其实往往并不知道它真的剪出来会长什么样子，然后这个东西会很有趣。那出来的东西也许不是直接复制脑袋里的，可是东西出来以后，其实反而会，我觉得会有它的生命力在里面。
台大农业化学系毕业，无受过剪纸的相关训练，就面对剪纸世界的古怪线，无传统的要素，无限制，伊改接用动物做主角，作品充满了空间想象，有细把味生人的嘅趣味，又有细把味私人的感觉。这个是一只乌龟，然后它因为他要去帮他朋友庆生，所以他就是有特别打扮，还戴了高帽子，然后戴领结，然后他背了一个蛋糕，而且点了蜡烛，然后他要去帮朋友庆生，可是他不知道走到的时候，那个朋友的生日已经过了。就连参加台北市人孔街设计展现，古怪线的剪纸作品，每同刺眼土地亲有关系。台北盆地它其实就是一个圆形的盆地，然后大家通常想到台北就是只会想到101，想到美丽华，都是人造物。可是我希望提醒大家是说，其实即使是人造物，也是建筑在土地上，就把台北的一些溪流，包括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还有四周像是这是大屯山系，然后林口台地。还有四兽山，把它剪出来。古怪线的剪纸，未转化做平面，也係产品的图像设计也到，親有成就感。我仍然為剪紙帶俾伊最大嘅樂趣，係睇分享創作高長度的美好同感受。不管是展览，或者是说我之前有做一个跟大家交换剪纸的计划，就请朋友送我一句话。然后我就送他这样剪纸，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可以分享出去，然后不管是感觉或者是一些美好的经历，对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觉得创作在这一点上真的是很棒。一支剪刀，一種設置，唔大個嘅，唔用刀嘅。古怪線剪刀剪那下就改唔得，搶做得繼續剪。雖然唔拉優秀，唔過單純古樸，改唔得嘅作品，沙創造出芒色想象過嘅趣味。